有冇人聽過舒雷洗髮水嘅？有聽過嘅話俾我知啊。有嘅係咪？係。嗱，我今日咧，因為我呢個有個優惠嘅，呢個舒雷咧，如果咧2支嘅舒雷嘅絲質柔順洗髮露啊，佢係水解蠶絲噶，再送多1支沐浴露俾你，幾錢啊？梁仔，幫我睇睇。59.9。59蚊9係咪？係。我再送多1支試用裝嘅，好唔好？你睇有幾多人要先？吓？有冇人要㗎？係啊，寶潔旗下嘅產品，你哋話俾我知。嗱，2支嘅洗髮水，你幫我申請睇得唔得？嗱，2支嘅乜嘢啊？2支嘅洗髮水，舒雷嘅吓，係2支嘅洗髮水，2支嘅舒雷自己擦鞋有幾貴？我叫佢送支沐浴露俾我哋，好唔好？再送多支試用裝，即係等於係再幫我問下佢，你睇下有幾多人要嘅？你仲想要做乜嘢啊？我叫佢送多支試用裝。我叫佢俾1支試用裝你啦。我叫佢俾2支試用裝我啊。你講多1支，你入邊2支。2支啊，叫佢俾2支，呢支佢俾我試噶嘛呢批，即係話咧2支嘅洗髮水，再2支嘅小樣啊，加多2支，2支，再加埋1支沐浴露。2支洗髮水，1支沐浴露同埋1支小樣啊。2支啊。我問下佢。加埋5支喎。係啊，59.9喎，平均10年啫喎。咁啊，59蚊9咪平均13蚊1支咯。得唔得？得嘅話我想，唔得就算數。有幾多人要先？話俾我知，因為咧呢個係舒雷大牌子啦，好用嘅買，好唔好？唔好用嘅人各有志啊，得未？舒雷用過先至買，幾多份啊，靚仔？我叫佢話俾30份你，我叫佢乜嘢？跟住佢本來咧佢諗住緊俾100份啊，嗰個3支跟住送1支樣俾你嘅，點知你而家要咁樣，佢話俾30份你算啦。30份就上咗佢啦，因為我唔係賣呢個嘢嘅，得唔得？你哋準備好未？1、2、3，上車。有人話冇聽過舒雷嘅，你自己直接走去睇電視廣告，直接去睇各大超市啊，有舒雷嘅你買到呢個價錢嘅，你話翻俾我知好唔好？我讀初中已經開始用嘅牌子嚟㗎啦，因為舒雷已經。即係佢已經係好耐嘅牌子啊！以前成日嗰個 TVB 咧電視上面咧經常見到有舒雷嘅廣告嘅。咁佢呢個咧洗起翻上嚟咧，佢係絲質順滑嘅。咁而且同埋咧佢仲有俾埋沐浴露你，即係佢有2支嘅洗髮水，每支嘅洗髮水咧佢即係嗰2支牌子嘅。而且佢好聞嘅，好聞嘅啊！係咧各大牌子個個人都有用㗎啦，呢啲牌子好唔好？得30份嘅啫，需要嘅咋諗啦，我有啲人話好用，有啲人話返到去咧，你哋7日內啦，你隨便攞1支試，即係啲細支嘅，攞細支嚟試啊，攞細支嚟試，跟住你試過細支嘅唔滿意嘅，你全部退翻晒翻去都得噶。你話好唔好？嗱，你話人哋做到咁樣咯，你自己諗啦嗱，係咪？剩翻20份。29年。